嗨，大家好，我係 Peggy 啊，歡迎嚟到水晶療癒之旅。今集我想同大家分享點樣去淨化我哋自己同埋屋企嘅能量場，而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嘅能量場㗎喎，佢係會根據我哋嘅思想、情緒、環境嘅呢一啲因素而有所不同嘅。每個人嘅能量場大約係兩隻手向左右伸展嘅範圍咁上下大啦，所以人同人之間嘅能量場其實係好容易互相重疊而受影響㗎。而如果要再細分能量場，係有7個層次嘅，分別係第一，以太體；第二，情緒體；3，理智體；4，星光體；5，以太模板體；6，天界體；7，因果體。其實無論係身心靈療癒，又或者各種靈性修行裏面，身體永遠都係第一道嘅入口嚟㗎。而我哋嘅身體埋藏嘅記錄係非常之完整㗎，唔單止有我哋從細到大每一個嘅片段、經驗、創傷，更加包括喺出世之前嘅胎內感知、個體意識同所有嘅類世問題，仲包含咗血緣祖輩世代傳承嘅家族印記。能量場又會受乜嘢嘅影響呢？第一係兒時印記啊。細個嘅我哋冇辦法保護、選擇或者識別嚟自父母嘅情緒。當有事發生嘅時候，我哋只能夠透過爸爸媽媽對事件嘅反應去分辨出好定係壞，咁就直接同潛意識產生咗應該或者唔應該嘅連結，咁樣就會產生對某件事嘅特別排斥或者抗拒嘅信念。而呢個信念就係兒時記憶啦。冇爸爸媽媽係唔錫自己嘅小朋友嘅，但係亦都冇父母能夠俾佢哋嘅小朋友零傷害嘅陪伴喎。因為好多父母喺細個嘅時候都冇完整咁被愛過啊。我哋可能亦都無意識咁重複佢哋經常發生嘅情緒模式，我哋亦都可能會基於潛意識嘅自我保護而做出同父母相反嘅行為㗎。而呢一啲嘅創傷係會唔自覺咁帶俾下一代㗎。有好多人仲會不停咁樣複製當時同父母嘅關係喺之後嘅情侶或者親子關係上面添。第二就係情緒印記，每個身體部位都有對應嘅情緒能量㗎，但係只要當我哋唔正確咁樣看待情緒，錯誤壓抑情緒，先至會令身體幫我哋一直承擔本應正常流動嘅能量，令到我哋會有唔舒服，甚至會病添。依家有好多數據都證實咗，成日喺焦慮、長期壓抑、驚慌嘅情況之下，係好容易會令到細胞產生慢性嘅發炎，仲有會令基因異變或者細胞分裂異常添啊，仲會慢慢變成疾病而危害健康添啊。其實我哋嘅身體設計係精密而且中性嘅，仲有足夠嘅免疫系統幫我哋換咗啲唔要嘅細胞，令我哋保持年輕有活力。雖然肉體仍然會自然老化，或者喺正常嘅範圍裡面退化，但係唔代表老化就係等於疾病啊嘛，又或者唔等於一定要病。當我哋唔正確咁樣去對待身體，或者錯誤去面對情緒嘅時候，身體就只能夠一直替我哋負擔本來應該釋放嘅負能量。第三係家族印記，人體基因有住世代傳承嘅能量信息，好似無邊無際嘅數據資料庫咁樣㗎。裡面唔單止擁有決定我哋嘅先天性格、後天發展嘅命運脈絡，亦都隱藏住好多嚟自父母祖輩所傳承落嚟嘅能量信息。有啲仲傳承咗多重世代嘅能量連結，會喺細胞裡面構成類似嘅疾病基因序列啊。呢一啲就係所謂嘅遺傳性疾病嘅由來咯。第四就係類世記憶。第五係集體意識。集體意識係透過身體好似一座發射台咁樣，將個人嘅信念信息傳播出去。
當嗰個人嘅意識頻率偏低嘅時候，會自然共振到低頻能量嘅集體意識。就算呢個人想提高振頻，亦都會受到集體意識強大共振嘅吸引㗎。相反，當個人嘅意識屬於高頻嘅時候，會自然吸引集體嘅高頻能量，而形成彼此互相帶動向上嘅集體意識㗎。跟住就係點樣先至知道自己嘅能量場受到干擾呢？有一啲常見嘅症狀，例如覺得忽然間好攰啦，明明都瞓得好夠，但係總係覺得好攰喎。之後就係身體無端端酸痛啊，特別係頭痛、肩頸、腰背呢啲地方覺得好唔舒服。仲有就係無端端情緒低落或者好敏感啊，容易陷入負面情緒裏面。又或者覺得最近好多嘢都唔係好順利啊，工作遇到阻滯等等。其實我哋嘅能量場係好似屋企咁樣，需要成日打掃㗎，咁樣先至能夠保持積極向上嘅好狀態。而對於高度敏感嘅人士嚟講，呢一啲嘅感受可能會更加明顯㗎。所以保持能量場嘅潔淨同埋保護係好重要㗎。以下係一啲簡單而且有效嘅能量淨化方法，可以幫你清理個人嘅能量場同埋屋企嘅負能量。我建議最好連續做幾個月。第一個方法係用火淨化，係最有力嘅方法之一。火有力量可以中和能量，破壞任何負面嘅震動，同埋摧毀所有類型嘅能量阻塞。最簡單嘅方法就係點蠟燭，最好就係用天然成分手工製嘅。第二個方法就係鼠尾草、秘魯聖木。如果要去負能量，可以兩種一齊用㗎。先用鼠尾草，煙熏要淨化嘅對象，要順時針由頭頂開始，之後係心口、雙手、腰背、雙腿同埋雙腳，腳底都要煙熏喎。跟住就可以煙熏全間屋，亦都係要順時針。跟住到間房嘅時候，最好就係閂窗、閂門，焗佢幾分鐘。如果有聖木嘅話，可以之後再點聖木。聖木除咗去負能量之餘，仲可以即刻帶嚟正能量㗎。第三個方法就係風啊，我哋一定要令屋企裏面夠通風，咁樣啲負能量先至可以得到釋放㗎。最好每日都令到間屋完全通風，所有嘅窗最好就打開1個鐘以上，咁就可以令啲能量順利咁樣流動。而我哋亦都可以利用風將負能量帶走㗎喎。如果喺一個有微風吹過嘅地方，佢嘅速度又恰到好處，溫度又啱啱好嘅時候，你就可以企喺度一陣間。之後你會覺得好輕鬆同埋好舒服㗎，而呢個就係將你淨化緊嘅風浴啦。第四個方法就係淋浴。當你淋浴嘅時候，你可以想象啲水係充滿光嘅，之後流過你全身，將所有嘅負能量帶走。你可以想象流出嚟嘅水係黑色㗎。其實我哋淋浴嘅時候，唔單止係清潔皮膚㗎。如果你覺得焦慮、非常憤怒或者種種喺你內心嘅情緒要爆發嘅時候，就可以去淋浴，所有嘅負能量都會被沖走。佢係可以喺某程度上淨化氣場嘅。第五個方法就係水晶淨化。來自大地母親嘅水晶礦石係有好多奇妙嘅淨化力量㗎。如果覺得憤怒、悲傷、恐懼、內疚或者壓抑，又或者接觸到一啲負能量大嘅人同埋物件嘅時候，無意間令我哋受到傷害，我哋都可以用水晶去淨化不必要嘅負能量。其中紫水晶就係一個好唔錯嘅選擇，佢能夠保護能量場，避免受到攻擊，仲能夠將負能量轉化為愛，避免受到其他人嘅思想同電磁波威脅。紫水晶仲能夠減輕壓力，舒緩煩躁，平衡情緒波動，消除憤怒、恐懼、焦慮、
減輕悲傷同消除負面情緒添。另外仲有就係黑碧璽，如果要選去負能量嘅水晶，佢一定係排第一位。黑碧璽係可以快速排除負能量，仲可以即刻阻斷負能量嘅影響，佢仲可以消除緊張、減輕壓力同埋幫助睡眠添。之後就係茶晶啦，佢可以幫你消除各種混亂嘅能量，亦都能夠令能量穩定，而且仲可以好快咁清除負能量。聽講茶晶對於啱啱做完手術之後嘅能量修復，亦都有好好嘅效果㗎。仲有就係黑曜石，用黑曜石嚟淨化自己同埋環境嘅負能量，佢亦都係一個超強大嘅保護水晶嚟㗎。佢能夠防止負面能量嘅入侵。平時可以喺房嘅4個角放黑曜石，令自己嘅空間能量穩定，仲可以淨化空間添。最後就係瑪瑙啦，瑪瑙喺古印第安文化裏面係有住神奇嘅力量㗎，佢能夠令你唔會受到巫術惡魔嘅攻擊。據說喺日本係做歐玉嘅重要材料嚟㗎，而瑪瑙水晶係有鎮靜嘅作用添，一般放喺枕頭旁邊就好瞓好多，仲唔會發噩夢添啊。跟住落嚟仲有紫火啊。紫火係一種神聖嘅火焰，擁有好強嘅轉化能力，經常俾人用嚟去除負能量，仲即刻變為正能量添。首先，如果你覺得自己唔舒服或者有負能量嘅話，係可以觀賞一個紫色嘅火圈，然後想象自己穿過火圈，又或者你可以瞓喺度，想象紫火包圍住你。如果有唔舒服嘅地方，可以想象紫火喺呢個地方燃燒，你夠集中嘅話，一定會舒服好多㗎。如果你哋想用更加簡單嘅方法去保護自己嘅話，可以試下喺出門之前觀想有一道白光由頭頂進入全身，再想象吸入白光，再呼出白光，再想象白光包圍住自己，好似雞蛋殼咁樣。重複做3次，呢一個就係自製保護牆啦。如果大家喜歡呢一集嘅話，記得俾 like、訂閱同分享啦。今集我就講到呢度先，下集再見，拜拜。